Two semi-finals, only 9 teams can advance to our final stage. 我哋只能夠有9支隊伍能夠透過準決賽能夠晉級到去決賽。國際公開錦標賽，來自海外嘅隊伍同我哋本地嘅精英一齊嚟角逐出線資格。同大家即刻介紹下先，好快我哋速度。最靠近我第一線嘅係香港日本人龍舟會，第二線嘅係菲律賓大學龍舟隊，第三線係中山市石岐龍舟隊，第四線係泰國龍舟隊，第五線菲律賓龍舟總會，第六線而家完全係領先啊！就係中國順德樂從羅浮宮龍舟隊，第七線有中國澳門代表隊，第八線深圳市南山區龍舟協隊，同埋9線嘅香港西班牙人龍舟隊。見唔見到我哋而家呢幾支嘅精英有幾快？啱介紹完，佢哋就衝線。Sing Dragons。第二線路係珠海實德龍舟俱樂部嘅珠海市代表隊，第三線廣州白雲人和龍舟隊，第四線深圳市龍舟隊，第五線台灣花蓮龍舟隊，第六線惠州市嘉樂龍舟隊，第七線 Link 7 from Japan BP， 第八線順德青年企業家龍舟隊 Link 9 from Toronto Canada Water Vipers powered by OuterBurnFitness.ca， 第9線來自多倫多加拿大嘅隊伍，但係一開始似乎咧就有隊伍應該咧就係橫越咗佢哋個賽道，不過由白色浮標進入到去最後紅色浮標咧，目前而家競爭相當激烈。暫時領先的還是5號龍舟台灣花蓮龍舟隊，來自中華台北嘅花蓮龍舟隊而家係帶緊頭，跟住落嚟停排第2位有4線嘅深圳市，仲有6線嘅惠州市隊，哇3線嘅廣州白雲人和一路好後勤咁從後趕上嚟，追到入去頭4名嘅位置，反而7線來自日本嘅 BP 開始落後，睇嚟。
本地嘅精英隊，波李小龍睇嘅隊。